想把这剩下的钱来买冰吃。我们找到一株了。拔到芦笋叶子。那个不要拔，你拔什么啊？还有拔杂草，不要拔芦笋。洗厝干、送市场、卖菜各样上工帮，老做下做料理，好玩用班味都创。今晡日啊，新人客来做厝，我去请芦笋来做好食嘅料理。今晡日天做嘅洗厝干菜安起，要嚟強用係做備成沙貴少嘅同學撐菜莧，強下來煮菜。菜莧係當好挖土留音樂嘅聲音嘅。夜拜啊，我聽聽安起去當到比所請食材，心情係當其他哦。我們還特別去買貓貓。要把你可愛的小臉露出來，像向日葵一樣，有沒有像向日葵？有耶，我都沒辦法。因為你是魯夫啊。對呀。親愛的，裝零食吧。好，我看看。好，這有貢糖，要不要給琪琪？工作人員吃啊。好。好，小王子面不整包帶着去。好，他們可以回憶小時候。這樣會不會太佔空間啊？能不能會有塑膠袋啊？喝啤酒配這個呢？Anything else？所以你就帶着你的一瓶水，冰水。好，走。好，走吧。對，要走了。對啊，不然呢？Let's go。走了。你看什麼呢？帽子。是。快！好像還會少一樣哦，每次都會這樣。啊，貼紙。你的面紙沒帶啦。哦，對，面紙。哦，拜拜。快 ，OK。See you。我们就是这次做了芦笋这个主题，就是觉得说它是原产地在中沿海岸啊，彰化、嘉义、台南、屏东。我们每一个介绍里面，我们都有写一个诗。嗨，芦笋 ，I love you， 阿斯巴拉我爱你，人家爱你啦，谁叫你那么好吃？另外做洗厝干，喺啲新作烟副口香嘅電保證老旁氣風。我帶了幽默的東西，水壶，水壺大家都會帶。我靠，铅筆盒。今晡日啊，佢就對保證嘅活下出發，我來去買菜做料理。我們的主食材是芦筍，請畫下您心目中芦筍的樣子，就是這個。芦筍產地分布在哪裡？方飯鄉，適合芦筍的生長。方圓香吧？對啊，方圓香。膳食纖維柔軟可口啊！哦，它小殼子啊，能增進食慾，幫助我們的消化，大便可以大得更好啊。我們中午都沒有睡覺，都來查資料，真的是好累哦，怎麼這麼累呢？我们要不要加一下？你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贪图钱钱。有4个小朋友好多小朋友，这样可以吗？少林功夫好呀，真的好呀。那我问你，钱谁来保管？我。你是鐵頭功，無敵鐵頭功。你要講你是金剛腿。錢給我。不要，你不要太過分哦。猜拳，剪刀石頭布。錢終究是我的。我覺得你放在那裡比較保險，放在我這裡比較保險，不會有人想要偷。沒有，因為你這個一打開就會被偷。我這裡還有。我們要唱的是華興國小的校歌，1、2、3。操場綠樹花鳥間，樹上狗順滿校園。快啊！5斤100，5斤100。給來100，來買桃子哦。大早來到新作煙做董事嘅中央市場，也係按洗厝干今晡日請食材嘅第一站。地位度有400人扎嘅攤嘅，萬那嘢都係現賣上，動腦熱。無論係起貨、造貨，
还是头摆嘅小食，啲也先做亲有代表性，客家嘅食习度，乜嘅都有哦。哇，这里好多东西哦，我们可以想买就买吗？应该可以，新手做比较好。要吗？什么？那里辣椒。好啊，我们应该是拿来配色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要买这个。对，那我们买20好吧？那我们买20。有鱼哎，我们想要虾子，因为我们想要把它弄成虾仁。从1、2第3段的地方哈，这边再拉开来，那就拉一段了，然后在尾巴这边再拉一下就拉好了，怎么样？一拉，好啦。我们是要弄4人份的，哪一个？12够吗？1人3只够吗？可以。可以是吗？好。哎，喷到了，喷到你了。按起老菜馅，第4重度买到动强松，很高起来呢。也是这，咱爱做小厨干，当地嘅无限凄惨呢。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，我看这边。不好意思，有美白菇吗？美白菇没有。现在有文蛤吗？没有蛤蜊。哎呦，唔是煮个菜，还是天摆红丝虫，保证老起风，使用了动多嘅时间，赚钱多爱买嘅东西哦。发现目标了，发现目标。我们煮这个芦笋水梨排骨汤，然后这个水梨有这样的，3两大的水梨的1颗，我就不知道。哦，那1颗。哪1颗？这1颗，你要买1颗呢？对。 40块就好。 40。请问一下，芦笋煮汤是要哪一种？煮汤要这一种的，白色的，它长在土里面，好才可以煮汤。这个绿色的不能煮，要这一种。需要白色的才可以。这个可以煮汤。多少？这个160。地震后嘅时节，买到台湾出产嘅拍芦笋係东南地嘅，因为喺台湾拍芦笋冻少，只有春天、老热天才有，其他嘅时节，啲市场看到嘅芦笋都係进口嘅。买到嚟芦笋，保证佢哋每啲嘢买到嚟煮汤愛用嘅排骨。也時節，按起來菜馅，咩買到嚟蒜頭、甜椒，兩組嘅小廚乾都買到嚟愛買嘅東西。我們是價錢大概是170到190之間吧。我想把這剩下的錢來買冰吃，太熱，真的是太熱。太熱天，保證佢哋買到嚟東西，如果唔係坐下來食飯咧，也時節，按起佢哋咩愛出發去蘆筍園，是看到飯作蛋嘅蘆筍。唔過甜度嘅蘆筍係生到乜嘅用嘅呢？一根一根是什麼？哪裡有蘆筍？到底在哪裡？是嗎？你找那，我找這好。好啊。哎，可是這個是不是蘆筍？哎，好像是哎。那我們叫唄。好。啊，對！我們找到一株了。真的哦？哪一株？這個。哦，那個還太小，像這隻蘆筍就太短了，它今天不適合採收，它就浪費了。啊，比較適合在昨天採，明天採收。這個剛好今天可以採收。那長度我們怎麼量呢？我們的蘆筍長度就是約等於這個剪刀的長度，這個是最適合的。所以我們就來這樣，先把頭稍微撥開一下，哎，要小心。不要剪到旁邊的植株，就是這樣子。這就是我們要的產品。好，就是這樣子。找到一根了，謝謝。你們幾年級了？怎麼那麼厲害？一教就會。我們5年級。5年級哦，好厲害哦！很多人都不曉得什麼叫蘆筍呢。蘆筍元旦出產地地中海。江中人老爺份瑤族嘅作物引進到台灣來種，除咗啲溫室，本期18到20度嘅溫度以外，濕土並蟲害嘅管理都係動過嘅技術。特別係有位阿伯堅持唔愛農藥，希望用雜草留土地下擺嘅微生物，自然平衡形成一隻泥桶，
有空间嘅奶，作物正做得上台哦。这个土壤其实是香的哦，真的，是香的哦，真的。嘿，如果要做到这种物理性那么好，才会有这种味道哈，其实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良，才能够达到这种境界。像土壤能够这么松软啊，所以它栽培出来的作物啊，都相对的非常的健康啊，比较不容易有什么病害。温室里面热不热啊？好啊，外面好凉啊！除体体验熬芦笋，江中人很爱留芦笋妈妈整理调那么，因为啊，平常时颜色的芦笋是对那个土生出来的，看按起佢就为芦笋妈妈提从嘅叶夹夹体，按用啊，每做得天数留豆豆的养分，就帮佢嘅生命的哦。可以啊，很好玩。哎，摄影机还在拍，就是今天啊，一直断下来，一直起来，一直断下来，一直起来。我很累，因为要一直捡那个东西，然后手好像有蚂蚁一直爬来爬去。对啊，感觉好恶心，很痒。哦，你看，你在我旁边叫鹅哦。有一刹那我的脸，无二花一刹那我的心。吴龙老师好 ，Hello， 你好。我们要来采芦笋。因为係新竹縣竹東鎮嘅源口里，一群中意自然耕作嘅江中人，喺野味佢哋用無色嘅農藥，咩冇用尾皮嘅種法，平本日係保證老氣風提擺來到甜度哦。现在我要先把芦笋下面的杂草清掉，因为我们要吃的那个嫩芦笋在这个杂草里面。割草的时候啊，就是你割完之后，这块土是露出来的。哦，嘿，要割成这个样子。如果你只割上面这样子的话，之后这个草会越变越大丛。先把走道的清掉，然后再清菜畦上。菜畦什么？菜畦哦，就是这个凸起来的地方。有没有看？像这里也是凸起来，所以不要踩凸起来的地方，因为会有作物。尽量走凹下去的地方。吴良先生讲，佢哋為了按到嘅草，輕微草做得拿來做袋皮，老袋皮做得肯定奶肉，按用啊做得保持奶肉嘅穩實度，唔會幫佢變硬，硬擺啊，將做得生出空間又好食嘅芦筍。哇！看野味又係插草又係芦筍，保證佢哋根本咩唔清楚，乜嘅係做得綁體嘅插草，乜嘅係愛留下來嘅。我發現芦筍了，2顆哎，然後從旁邊的。哇，吼！哎，拔到芦笋叶子。啊？什么？哎，拔到芦笋叶子。啊？什么？拔到芦笋叶子。这个是芦笋叶子。对。快被拔死了。只吃那个不要拔。你拔什么啊？他把旁边的其他都拔掉。还有拔杂草，不要拔芦笋。先采芦笋，先采芦笋，快点。他头被我拔断。好的话就只有1小节而已。那怎么办？就只有那1小节啦。这个就可以吃哦。可以啊。你吃一口，吃一口。你觉得好吃啊？我已经有，比生菜还要深呢。嚼到最后有薯条的味道。对啊。第一擺到農場嘅保證老氣風，沙老江中人辛苦種嘅芦筍，準做插草綁體。吳良先生看到是當唔判的哦，唔過啊，要當有耐心嘅，家家做機會教育，帶佢哋認識行卡道嘅作物哦。你們知道秋葵在哪裡？不知道。嘿，这个就是秋葵啊。那它上面这里已经有果实，
然后这就是秋葵哦。对，这个就是秋葵。你要判断这个果实能不能吃的话，就是轻轻捏它这末端尖尖的地方，如果是有弹性的话，就可以吃。吃一口吧。不推荐。那我们来这边看，这里这个是甜辣椒，看起来像辣椒，不过它其实味道很像青椒。但是不会辣。不会辣，敢吃青椒吗？我不敢，你尝试一口。给他吃吧。我不敢吃啊，你敢吃吧？吃。我就是不敢吃才要给你的。甜椒啊。你吃。甜椒啊，你要吃啊，你不是敢吃？吴良先生讲，就算係100%安全無毒嘅作物，生長嘅果長度，咩有可能有雕嘅烏絲，也係細路嘅傻果。故說啊，現摘現食之前，請好行愛洗果，較安全哦。那个先生吃了好多屎。他刚刚这样吃，你脸很臭。坚持不想吃。我不敢吃啊。为什么不敢？这吃起来味道感觉很怪啊。现在先吃比较好嘛，很好玩呐，好不好？以前是看阿嬷在菜园里采收，然后到现在才自己那个什么，自己来采收，让我们有流很多汗，而且采收很多食物，让我们明天的那个什么弄得非常丰盛，成品弄得非常丰盛。沙丁就是用吹洗廚杆點出嘅時間咯。今晡日嘅太廚係對苗栗來嘅總鋪師阿婆種苗球，佢喺皮蛋用竹洗廚杆完成蘆筍水梨排骨湯，老蘆筍下鹽冷盤用出料理。这个蘆笋，它这个前面的皮不是很硬吗？就是有点老嘛，就是没办法吃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削皮嘛，它尾巴不用削，只要削前面就好了。来，彩线这边削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这里从这里开始削就好了。那你们买了芦笋，为什么想要做芦笋沙拉？因为那个在夏日的时候，这样子吃起来比较口感比较凉爽。厉害哦！啊，耶，终于换我们了。哎，启峰。啊，我们现在你既然选了，你也是选了芦笋嘛，啊，那你芦笋要削皮，也是一样要削皮。阿胖，你知道我们为了这道菜，我们做了很多功课。什么功课？你用好好讲就好了。那刀子不要这样比来比去。蘆筍熱量大，卵拍質又豐富，當然啊，會拿佢來做熱天適用嘅食材。今晡日嘅料理當中有拍蘆筍，還有搶蘆筍。當多台灣人好拿搶蘆筍來做菜，唔過啊，唔啲拍蘆筍其實挺合適來煮湯哦。從中間切好，切成一小段啊。据专家的研究，我们的口是三寸，所以说嘴巴是3寸，所以说我们切菜也是3寸左右，这样子对，不是不烂之手，方便入口。小心哦！哎呦，别切到手手。保證同期風、老蘆筍、水梨，還有等下愛用嘅토마토米帕菇切好。也時節，咱愛做安琪，佢都沒認真準備切菜咧。邊邊这个白色的邊邊不要的話，我們是用這樣子，我們是把它這樣取掉。你要救援了是吧？对，立刻救援。你沒辦法做出像我那樣。無毒嘅水滾咯，兩組嘅洗廚罐都切好嚟食材，沙丁就開始烚咧。不要太高，太高反而會燙到。對。阿伯，為什麼一定要先倒這個，再倒這個？就是一樣一樣的燙，就是要保證我們做的食材不會互相干擾。保證記到只有阿婆教嘅，老蘆筍變到水肚烚，安琪記到未留所有食材變到鍋去煮，轉過來還要最重要嘅一步，記住係冰起來。阿婆講啊，老通過嘅食材流出來冰，就做得同時鎖起食材嘅氣，還有滋養哦。那現在還要做什麼呢？把這個倒進去燙。好。哦，我跟你講，你不要用投籃，越是投籃越容易受傷，你把它這樣放下去就好了。好，放下去。尤其是油鍋，對，這樣輕輕的放下去。
将排骨通过，要是用高温嘅原理，把肉嘅表面揪起来，就做得熟悉佢嘅用粉，撒下来，保证佢哋未开始爱煮通咯。那现在我们把排骨水滚了，就把排骨放下去，这差不多要煮20分钟，好，那就让它煮了。好。也是这，按起佢哋要留起变好嘅食材，准备爱做第一阶段嘅调味咯。我们就先加盐给它入味，哪一个是盐呢？闻不出来。你还叫他吃，不是你自己吃哦，那是盐。不要用手去哦，尽量要先学卫生哦。好，把它拌一拌，拌好放好哈。拌，然后再放一点糖。可以吃吗？你吃什么？芦笋、青椒可以。OK，芦笋。按起佢哋捞盐、糖变到芦笋底度。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，本给入味。好，我们的排骨煮好了。小朋友，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把它捞起来。把它捞起来。哇，开。这已经不用捞了，我们就直接煮汤了。把这个全部放下去啊，对对对。那个排骨来熬汤的。哎，对。好，然后那个番茄。这道菜也是你们挑的嘛？对对，刚刚你说就是要芦笋要消暑嘛。水梨也是消的暑清凉。又有加上无毒的有机番茄，所以这道汤应该把它叫成清凉消暑养生汤。养生汤。味道有试了没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有入味了哈。好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蒜头、辣椒加进去，然后我们这个还要放什么呢？放香油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虾也把它放进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味道都够了吗？甜度也够了吗？好，那就可以摆盘了。先喝汤哦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小心哦，不要烫到了。好吃吗，阿姐？好吃啊！彩萱，你自己做的好吃吗？超好吃，真的。换个位置吧，尝尝他做的。色香味俱全。色香味俱全，真会讲话。好了。因为想象中的菜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吃，这么爽口。真的？那你们呢？你们觉得自己做的菜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哦。那下次也要记得哦，做给爸爸妈妈吃啊。对春天开始生出的新笋，最好是个时节，係啲春天到初夏，也係大自然體配嘅時節。本而體配嘅電路，用嘅洗廚乾，食到嚟當時節嘅食材，體會到大自然神奇嘅力量。就算佢哋冇聽錯，記起來呢場大件嘅事情，唔過捱上下禮拜。佢哋個行李市場看到蘆筍，秋地春天到嘞。但是做菜我们也是第一次做，既然可以做得那么好吃，那也算是我们的天分。彩萱，你出去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就是那个阿伯对我们很好，我们在温室里面采芦笋，然后那个土很香。土不是臭的吗？怎么会有臭？你们为什么吃的那么香？啊，对呀、这个电视节目里面，我们要做自己。他就是要看到小孩子最真实的一面，不要虚伪做作。